我嚟到日本東京涉谷嘅中央大街，出面咧就係呢個耀德卡瓦座呢個大街嚟，前面有當時話佢冇嚟扮女呃鳩我加長，咁啊出邊有嘅人哋悶啊！依家有啲笑你，成日見你好似個屌字咁樣。呢度咧下邊有間 cocktail bar， 就好多電影主題嘅。我睇下咩料先。咦？已經見到哇！舒特拉的名單啊，的士司機喎，呢個羅伯特嚟咯喎 ，Godfather 必備嘅啦呢啲，穿 Prada 的惡魔。嚟喎！呢條茂利喺度起舞添，邊起舞添？俾個 beat 你啊 ！beat 啊！變相怪傑啊！怪傑沉默的姑娘啊！沉默嘅黑夜。哇！呢個係影帝喎，呢度有邊個嚟㗎？呢支係好飲嘅。有啊！我飲Ocean 11。Ocean 11。Please come inside。係。咁嘅環境嘅。多謝。大量電影主題嘅Godfather。有我哋嘅重慶森林添喎。嗱，涉谷電影主題嘅，見到重慶森林嘅，都有啲地位啊！香港。いただきます。